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信妮。很多人说，在美国当现代艺术家很难，的确，竞争是非常激烈。而对于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女画家米克莱·皮达而言，努力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成为被人认可的现代艺术家的过程就更加艰辛了。今天走进美国将带您去看看皮达的后现代艺术世界，听听他的心路历程。是在美国做艺术家特别难，然后呢，因为他不像欧洲，不像法国，法国这些欧洲艺术家，他给一些艺术家提供一些 studio 呀或者什么，他都会有一些经济方面或者是一种援助啊，在美国就没有，几乎没有。人称米克的米克莱皮达 （Miklay Pida） 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旅美女画家。在美国研习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语言。最近，他在自己的丝绸之路工作室展出了他来美8年的研究成果。我现在的艺术吧，就是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语言。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其实就是世界是透明的。其实这跟政治，包括媒体，就像我们在 Internet 什么都是开放的。首先做后现代或者当代艺术，你肯定要了解这个当代艺术或者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是什么。走进皮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工作室，其实也是他目前居住的公寓，墙上挂着他展出的画作。这张作品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这也是有那个中国背景的影响，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人口在中国生活的那个环境对我这个作品也有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人群。就是明年的作品我就准备做，就是有更多的人，就是准备把全世界的人都画进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作品的反应是，哇，这太棒了。美国艺术家爱丽丝·惠灵是绘画、雕塑以及醋酸纤维画的创作者，对皮达的画作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画出了很多小小的人形，而他所画的这些人形是完全没有特征的，看起来每一个都很孤立。这些人形可以解释成世界上很多孤立的人群，他们看起来随时会消失不见一般。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画这么小的人？很多人问我，他问这个问题说，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因为我我想画那么小的人，就是引起注意啊，对我作品的注意。我画这么小的人，就是让现代人重新看我们自己。人与环境，人与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皮达画作探讨的问题。除了提醒人们去思考之外，跃然于画布之上的，还有一股超写实的画风。其实这个画就是现在一个是就是大家就是这个网络时代怎么样把大家感觉联系了，同时也给分开了，然后那个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空间里，都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一种联系，同时也是 disconnect。When she paints a clock, the face of a watch. 当他画时钟或是手表在画作当中，那像是乔治·德基里科或者是萨尔瓦多·达利的画风，唤起了一种时间无止境又同时在流逝的感觉。这种张力有点阴森，但又感觉到很可爱。在来到美国之前，皮达02年就在北京的索卡艺术中心举办过个人的画展。之前的油画创作像是塔里木女孩、维吾尔音乐家等，都是取材自个人的生长环境，并带着浓浓的超现实的味道。特别是我来美国以后，在一个特别自由的一个环境啊，就是摆脱了那种压抑的东西。我包括我早期的那些关于维吾尔题材那种东西，有一种压抑的东西。然后到美国，这种压抑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把它给过滤掉了。来美8年之后，皮达的画作已经有美国的收藏家开始收藏，未来还有一系列筹划中的个人展等着他，其中也包含在北京的展览。可以说是熬出头了，就像你刚才熬出头了，所以这2年感觉就开始你已经进入这个圈子了。因为你进入一个在纽约一样，你进入一个圈子非常难的，进入一个艺术家的圈子，
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他外面来的人他很难承认，而且你的作品你必须要达到就是他们能接受的，就是那种水平吧，可以这么讲，然后你才能进入。所以我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磨合阶段。Being an artist in this area and in most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在美国大多数地区，当一个艺术家需要很多的社交技巧，也需要商业技巧，当然还有你的专业。所以，对美国本地的艺术家而言，成功也并不容易。当年为了追寻自己想要的，皮达放弃了一切，来到美国。如今作品开始被美国社会认同，皮达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这8年的付出，总算看见了成果。走进美国，刘文明、信尼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